耶和华击打乌利亚妻给大卫所生的孩子，使他的重病，所以大卫为这个孩子恳求神，而且禁食进入内室，终夜躺在地上。他家中的老臣来到他旁边，要把他从地上扶起来，他却不肯起来，也不同他们吃饭。到第7日，孩子死了，大卫的臣仆不敢告诉他孩子死了，因他们说孩子还活着的时候，我们劝他，他尚且不肯听我们的话。若告诉他孩子死了，岂不更加忧伤？大卫见臣仆彼此低声说话，就知道孩子死了。同臣仆说：“孩子死了吗？”他们说：“死了。”大卫就从地上起来，沐浴、抹膏，换了衣裳，进耶和华的殿敬拜，然后回宫，吩咐人摆饭，他便吃了。21节，臣仆问他说：“你所行的是什么意思？孩子活着的时候，你禁食哭泣；孩子死了，你倒起来吃饭。”大卫说：“孩子还活着，我禁食哭泣，因为我想或者耶和华怜恤我，使孩子不死，也未可知。孩子死了，我何必禁食？我岂能使他返回呢？我必往他那里去，他却不能回我这里来。”24节，大卫安慰他的妻拔示巴，与他同寝，他就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所罗门。耶和华也喜爱他，就借先知拿单赐他一个名字，叫做耶底底亚，因为耶和华爱他。以上，我们请郑正仁牧师来讲道，讲道的题目是“愿主旨意得成”，愿主旨意得成。我们同心来祷告。慈悲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平安经过一个礼拜，在主日的时候仍然有福气能够来敬拜你。虽然我们仍然有台风的威胁，但是我们感谢神，让我们能够安静我们的心到你的面前来。求主你赏赐我们每个人都有谦卑敬虔的顺服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赏赐我们有属灵的智慧，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这样祷告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许牧师还有传道，还有各位长子，还有大家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很高兴能够再次回到迦南教会，跟大家一起来敬拜神。那我在思考说，到底我们这次是历任的这些牧师都回到教会一一排名来讲道。我相信是因为我们的教会准备要庆祝我们的社教50周年。在50周年的时候，到底我们应该来去思考这样子的题目呢？我相信经过50年的时候，我们有留下很多的这些传统，我们也有很多的改变，我们也有很多我们去领受神的旨意在每个人身上，再加上我们有好几任的牧师在，我相信大家都有不同的领受。虽然牧师换来换去的，但是会友们继续留着。那这中间有什么需要我们去思考的问题呢？所以这时候我就想说，我们似乎在不管在什么情形之下，我们都常常要去思考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这中间就会牵涉到我们如何去明白，我们如何要去改变等等这些问题。所以我今天用撒母下12章这个大卫他所跟拔示巴所生的小孩所碰到的事情，他所面对的时候，他如何去回应等等这些，我们来思考一个改变的问题。那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间，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常常为了要明白神的心意在烦恼，因为我们基督徒都希望能够走在神喜悦的道路上。那你怎么知道是神？你怎么做是神所喜悦的呢？当然，合神的心意就是得蒙神悦啊。
但是神的心意是什么呢？你如何能明白呢？我们常常还会羡慕在旧约的时候，那些先知们还可以听到神告诉他，哇，那就很确定了。我们没有什么好烦恼的，神告诉我这样，我就去做就好了。问题是现在已经没有这样的声音的时候，你如何能够明白呢？我们可以透过很多种方式去明白，但是你真的是知道那是神的心意吗？所以我们常常会为了明白神的心意而烦恼吗？或者是我们常常会因为要得到神的心意呢，所以我们就用祷告。那我们没有听到神的心意呢，所以我们将我们的献上我们的祷告，但是似乎这个祷告又没有什么回应。那你有为这些而烦恼吗？或者是你已经祷告完的时候，似乎好像看见某一种你很有信心，这应该是神的心意嘛？但是这些看起来又像跟我们原来一般所接收到的知识，或是一般人的想法不太一样的时候，你觉得这是吗？那不是的话，那但是我又当初又很确定，那神原来的决定是可以被改变吗？我想这些都是一个很容易让我们陷入一种困境的地方，或者是神似乎很多人给你印证，这个就是神的心意是这样子。那我们可以改变它吗？我们真的是不想这样子，而希望能够改变的话，我们应该是怎样去改变，或是我们应该如何去回应呢？这时候就会牵涉到一个问题：假定这个是可以改变的话，那神原来的决定可以改变，那么他是神吗？这是很严重的神学的问题。神的决定可以被改变吗？神的不变到底是什么？是不是我们误解了变与不变之间的定义呢？这是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来思考这个问题。今天我们所看这个经文呢，我简单在这边讲述一次，就是神跟大卫跟拔示巴之间的关系呢，结果他就生了一个小孩，神非常的不喜悦这件事情，所以神就让拔示巴所生的这婴孩得了重病。那大卫呢，为了这小孩子就开始禁食，躺在地上呢来恳求神。大卫不接受他的家臣的这些劝告，也不起来吃饭，反正劝他都不行，他就躺在地上没有吃饭这样子。第7天呢，这孩子已经死了。那大卫呢，从这些臣仆们不敢告诉大卫，但是大卫有察觉到了。大卫知道之后，他反而起来沐浴、抹膏、换衣服、敬拜神，然后吃饭了。臣仆不明白，大卫就解释的理由告诉他，他本来是想祈求还没死之前祈求神能不能怜悯，然后假定现在都已经死的话，那大概就已经是决定了，所以他就不准备要再去为这事情来努力。他说孩子不可能回到我这边来，反而我会回到那个地方去。我们看到最后呢，神就赐福在他身上，让拔示巴呢，他生了一个小孩，就是我们所认识的叫做所罗门，以后成为接替大卫的王位的这个所罗门王。那从这个经文里面呢，我要跟大家一起来思考一个问题：原来这个孩子的死呢，是神原来的决定跟他的心意。在撒母耳下的第11章的第27节这样子说：大卫拔示巴就做了大卫的妻子，给大卫生了一个儿子。但大卫做的这事，耶和华的眼中看为恶。我相信看到这句话的话，你在历代志上下或是列王记就常常看到，这个王他的好坏就是以这句话为主。他所做的是神眼中看为恶还是看为好的？很显然，神会非常生气这件事情。在第12章的第14节后面还讲，只是在这事上你大大藐视耶和华，因此你生的孩子必定要死。所以这边已经非常的清楚的告诉我们，这个婴孩的死呢，是神原来的决定跟他的心意。而这个心意里面呢，我们看见到大卫呢，他还是为了这件事情呢，他希望能够得到神的怜悯的努力。他做了几件事情：第一个，他禁食；第二个，他恳求神；第三呢，他进入了内室，躺在地上7天。
这代表了什么意思呢？其实这个也让我们有一个学习。我们若是碰到的困境，我们碰到的危机是从神而来的，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我们是不是可以学习大卫的样子？因为大卫圣经中间讲到大卫他是合神心意的，所以他很显然他了解到神应该怎样取悦神，应该怎样向神来祈求。我们还知道他跟拔示巴的事情发生之后，拿单进来责备他的时候，他不是马上说啊，我做这件事，神啊，我以后不再做这种事情了。不是，他写下了诗篇51篇，说神啊，我得罪你了。他知道他会做那些事情，他知道他这些不好的事情都是因为没有敬畏神，是得罪了神。他原来是回到那个源头去。所以我们知道这大卫他这样做呢，一定有他的理由在。原来禁食是怎样？是表示他的渴慕，表示他的迫切，表示他的重要性在。我连能够要维持我生命的这些吃饭，我都可以不吃，因为这事情太重要了。我多么的渴慕，多么的迫切，需要神，你看见我的心意在什么地方？我盼望你能够怜悯我。我们看到他恳求神呢，他不是求人。他不是赶快叫那个医医进来，赶快把他医治吧？不是，他知道是求人没有用的，所以他回来，而是要求神。还进入内室，躺在地上7天呢，是代表他的敬虔，跟代表他的谦卑。我们看到这件事情之后呢，知道小孩子死了，我们就知道神没有改变他原来的心意跟决定。这时候要怎么办呢？我们看到大卫他顺服。他接受神的这些决定，他起来做几件事情。第一个是起来了，第二个呢，沐浴、抹膏、换衣服，第三呢，他敬拜神，同时呢，要人家准备饭，要吃饭了。所以这边也让我们另外再学习另外一个，我们要如何顺服跟接受神的决定呢？起来代表我们不再沉沦了，不再坚持了，不再我们要有所行动，不要在那边耍赖，不行，神你一定要照我的意思。不，他要怎样开始不再沉沦在原来那个样子的，也不再坚持的，他要起来，他要开始有所行动了。他起来沐浴、抹膏、换衣物呢，他改变了，要跟以前不一样。我不在那个样子进食，躺在这地上没有吃完那一种邋遢的样子，他反而要起来，开始要有一个要有所改变，要以前不一样了。他同时敬拜神，他尊崇神。他知道这是神的旨意，他回到神的面前来敬拜神。他起来吃饭，是代表他重新得力，要一个新的开始的。我们到底要如何面对像大卫碰到这样的情形呢？我们如何要去面对他呢？我相信第一个事情，我们马上回来想，这是不是神的旨意，还是我们的意思呢？我想每个人在碰到日常生活中间，你常常会碰到这个事情。假定没有信仰的人，开始就会思考，在过去怎样，现在怎样，哇，这个找出原因来到底是这样。基督徒呢，最容易的是回到神的面前去祷告，神啊，你的意思是什么啊？我要如何去面对它呢？所以我们要查验，到底是神的旨意还是我们的意思。要查验这个时候，当然我们必须要有很多的动作。我们通常基督徒都会这么做，我们会祷告，我们会读经，我们会请教属灵的长辈。这几件事情你来看的时候呢，你可以知道这几件事情都不是为了，都不是在自己的身上。你祷告是跟神来寻求他的旨意是什么？你读经是从上帝的话语里面再次去提到有什么亮光出现，然后你请教你的属灵长辈，盼望属灵长辈从另外一个眼光来看到底是怎样子。所以应该从这样的动作之中，我们应该会有更超然的这个看法。盼望我们真的能够如此，而不是说真正一直寻找跟我们原来的意识相同的才算是。这样子的看法之后呢，你有超然的看法，你就会得到一个答案。而这个答案在的时候呢，你就会将这个答案呢摆在我们的祷告中间，然后祈求神来祝福、来带领跟掌权。听起来都非常的简单，好像做起来也简单，但是你并不是这样就万事就顺利了。
常常这样之下的时候，我们可能常常会碰到一些阻碍、征战，甚至会有我们看为不好的事情发生。我们牧师常常在为了我们要受洗的弟兄跟他们在讨论他们的信仰过程中间，或者是他们在要受洗的前后的时候呢，他们有没有碰到这样的事情？常常听到他们有讲一些事情是一种阻碍，家里的人事情开始发生了什么事情，自己也发生了什么事情，很常常发生的是他的身体开始不舒服了，甚至在要受洗的那一天，好像没有办法出席到我们的礼拜堂里面来。到底这些事情的发生是怎样呢？是不是代表的这些事情是被阻碍、被阻扰的呢？而且是神不喜悦的，是不是这样子呢？但是我们明明是用一个很超然的看法，而且透过祷告、透过读经、透过属灵长辈等等，这样让我们重新再去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为什么仍然会发生这个问题？我这边要告诉大家，我们不一定明白它的原因，但你要知道，一切都在神的掌控中，而我们已经求神掌权了。在马太福音，不是主耶稣亲自告诉我们：你求就必得着，你叩门就未必你开。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已经将深深的交托给神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仍然会碰到这样呢？既然我们交托给神，你就要相信神在掌控中，而我们已经而且神他已经掌权了，因为我们交托给他了。但是仍然会有问题，我要问几个问题。我们对事情，你真的有超然的态度吗？我们在整个过程中，你有持续的依靠神吗？在过程中，或许需要改变、修正，或是因为明白神心意而改变，你是被迫妥协改变呢，还是真正明白神的心意而去改变呢？要是这些问题你都思考过以后，答案是正面的话，你就应该坚定不移，尽我们的身份。尽我们的本分，神必然会看顾带领。我用牧师自己发生的事情来跟大家有关这方面来做一个分享。牧师离开我们迦南教会已经接近14个月了。去年7月31，我在这边开始就离开8月1号到圣经公会去。但决定这个事情的时候呢，是在去年的4月决定的。去年4月决定的时候，已经经过一番的征战。因为牧师在5年就应该要年满70岁要退休了，这是我们长老会的规定。不是说你就不能工作，但是要正式退休，然后你还可以继续去传福音等等这些。但是已经是属于退休的牧师，要再继续在教会5年下去呢，还是要到一个新的职场里面去。这新的职场有可能你必须跟牧会完全不一样，然后你必须要重新的开始，你有很多的学习，要这样再去做，只有5年，要不要呢？经过跟师母的祷告之后，我们觉得以过去的经验等等这些的话，似乎到圣经公会应该是神的心意吧。我们有这样子的确定，所以我们就做出了回应，向圣经公会肯定我们可以过去，然后向我们的小会提出我们准备要到圣经公会去服事。这时候就面临一个问题，圣经公会不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机构，虽然它跟台湾基督长老教有很深的关系，服务的它其实是服务所有各教派的这些的一个机构。那牧师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身份应该是什么呢？我们就翻了我们的法规里面呢，它有一条是说，牧师可以申请成为特职的牧师。特职的牧师呢，仍然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牧师，他也可以被派到什么地方去服务很多的公职，他要开很多的会。只不过他现在到不同的机构，这个机构呢是已经跟这个福音是跟台湾基督长老很有关系的，那他叫做特职牧师，可以申请这样，而且几乎所有我们去跟总会去谈里面，大家都说这没有问题，就是这个样子。
而且继续在服侍嘛。好，我们就申请了。然后7月的时候，我跟师母到东土耳其去那个地方的旅游，去看一下当初保罗所走的道路等等这些。在国外的时候，我们接到电话，说我们的特质没有通过。特质没有通过，大概很多人都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是特质没有通过，代表牧师有可能就不会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牧师的身份来退休。一生服务在长老会，从父亲、从阿公开始，都是在长老会里面扮演的相当重要的角色，很多的服侍。轮到我的时候，也是在长老会啊。但是不能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牧师退休，这是身份的问题。其他实质的呢，包括不受安养，还有原来的一些福利，通通不见了。哇！我们在国外接到这个消息，因为那时候牧师的身份是传福会的主委，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平安基金会的董事长，所以我非常清楚这有关这些的规定。我们就跪下来祷告。这是神的心意吗？我要去圣经公会是神的心意吗？用人的眼光来看，你选择了一个你想要去服侍的地方，但是你很多的福利，很多我们人为看为是好的东西，通通不见了。到底是我们当初做的决议是错的呢，还是我们误会了神的心意呢？还是神用这些来告诉你 ，no， 你要回到原来的地方去，是不是这样子呢？我们在国外的时候呢，碰到这事情，我们就跪下来祷告。我们2个人得到同样的答案，认为说，这人做的决议，我相信不一定代表是神要这样子做，因为我们知道背后有一些原因，所以有些人会反对。所以我们还是特别在缓和这件事情，让我们回心再去思考。假定这是神去圣经公会是神要我们去的话，那我们刚好这些事情发生，是不是要我们把所有的后路全部都断掉了，让我们可以好好的去努力呢？所以我们做出同样的决定，我们觉得这还是神的心意，只是让我们再一次去思考这个问题，再一次为了我们未来要做的事情，也有这个决心。所以回来之后，我们仍然决定仍然继续走下去。经过1年之后，现在呢，我终于明白神的心意了。原来我还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牧师的时候，在中会里面那时候是当董事长，在北大里面是当董事，在总会里面呢是当刚才讲的传福会的主委，也是平安基金会的董事长。这些事情几乎会用掉我很多的时间。假定我仍然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牧师的话，但这些事情呢，本来想推都推不掉的，突然在一夕之间全部都不见了。哇！我开始完全有可以100%的时间在圣经公会好好的开始去如何。圣经公会已经有1年多，1年8个月没有总干事了。我们在世界的舞台已经渐渐失去了声音了。开会中间都没有看到台湾圣经公会的人代表出来，有可能有派代表旗，但不是总干事，所以没有办法在没有发声音出来。我们就看到那个在台湾的圣经公会好像在整个世界的舞台已经渐渐的落，而且再加上大家又觉得大陆应该有圣经公会啊，这么多人怎么可以没有圣经公会呢？跟大陆讲，他们就说好可以，但请你把台湾圣经公会取消吧。政治因素又出来了。其他几个友好的就告诉我，怎么可以？人家都已经50、60年了，怎么可以把它剔除掉呢？所以正在这种阶段的时候，我们更需要台湾圣经公会有人出来讲话，有人常常在会议中间在发声音，所以必须要有全职，必须要常花很多的时间去思考这些问题。进去做之后，也发现到我们纸本在现在的时代已经受到很多的挑战，因为开始电子化了，电脑、App、手机上面的你随时都可以。现在不是讲在翻圣经，现在滑圣经吧？
我们一起来划圣经。哇，这整个的挑战非常的大。你要是没有办法很全心全意在那边做的话，你大概没有办法去做。我反而要感谢那些刻意要阻挠让我不能再用台湾圣经公会的名义这件事情上，我谢谢他们，让我可以有充裕的时间，能够好好专心来做这些事情。当我们碰到一些似乎看起来是在阻挠的时候，是让你再一次的回去思考你原来做的心意，是神的心意呢，还是你自己的心意？我们仍然没有听到声音。神告诉我，不，你就是往前走吧。没有，这是一般的我们大家都常常碰到的情形。但是当你再次思考，再次跟你的配偶，或是再跟你关心你的人一起讨论这个问题，得到同样的答案之后，你就坚持在这上面。因为你将这线上祷告之后，神就要带领你。我们在很多的经节里面，常会看到这样子的事情。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看大卫，他顺服这些事情之后呢，我们看到他得到神的喜悦。我们都是这样做，神就会祝福我们。神祝福在大卫身上，让他跟拔示巴又生了所罗门。神喜爱所罗门，而且还给他起名叫耶底迪亚，翻译起来就是神。耶和华神所爱的，哇！得到神所喜悦、神所爱的，这是多么荣幸的事情呢！当我们顺服神的时候，神必会祝福在我们身上。就是我们来思考，大卫这么做是为了要求神能够改变他的心意。神会改变心意吗？神有时候会改变的心意。在这边举3个例子，其实例子相当的多。在列王记下20章记载了一个西西家王，他得了重病，以赛亚来告诉他，你将要死了。西西家王一听，马上脸转向了墙，哭泣，求神纪念他怎样子的走在神喜悦的道路上面，哭泣。以赛亚走出去，还没走到门口，就已经被神呼召，请他回去，再跟西西家王讲，告诉他说：神看见你的眼泪，听见你的祷告了，让他再活15年。神有没有改变他的原来决定？改变了。为什么？因为当事者向神呼求，神看见了尼尼微城约拿被神交托，你去向尼尼微城警告，40天后整个城都要灭掉。当王听到之后，撕裂他的衣服，穿上麻衣，坐在灰尘上面，下令所有的百姓全部这样。圣经讲说，连牲畜也这样子做，禁食，然后悔改。40天之后没有被灭掉，没有，神改变心意了。以色列在出埃及的里面，很多的历史背逆神，怎样子去拜偶像，甚至神要把他灭掉。摩西为了他们来寻求主怎样怜悯他们，为了这些百姓们，他代求、祷告、认罪，然后怎样，神就改变他的心意了。但是有时呢，神并不改变他原来的决定。例如说，我们今天所看的大卫跟拔示巴所生的这个孩子。例如说，大卫他要建造圣殿，他觉得我住在一个圣殿里面，但是神竟然住在会幕里面，我要为神来盖一个圣殿，神没有答应他。神说要，因为他手上流了太多人的血了，所以要他的儿子来盖。耶稣要定十字架之前，在客西马尼园也做了祷告，将这苦杯挪走吧。当我们知道神不改变他的心意的时候呢，看到大卫刚才他就顺服了。这总而言之，耶稣给我们更好的例子，给我们的模范。他这样子说，在马太福音第26章39节，他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到
第二次回来又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我们神不改变我们旨意，或是我们要祷告的时候讲，用耶稣是最好的模范。你可以努力的向神祈求，这杯真的很苦，但是要是你神的旨意的时候呢，就愿你的旨意成全吧。我们这样就回到那个问题了：会改变的神，他是神吗？我相信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对神的误解。神的不变到底是指什么呢？我们神的不变呢，原来是指他的本性，不是他的决定。他的本性是什么呢？他本性很多：公义、公平、怜悯、爱、圣洁、信实、宽容、全能、全知，很多这都是他。听说有好几百个在圣经里面这样子一个，但这是我们最常了解的东西。这些本性呢，有时候是彼此互相冲突的。例如说，怜悯跟公义是互相冲突，但这个事情要同时存在，都是他的本性啊，或是你们有人讲是他的属性也好，这些又要同时存在，又不互相抵触，怎么办呢？我就举个例子来讲，最佳的例子呢，就是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而救赎了我们。神牺牲了爱子耶稣为赎世人的罪而钉十字架，一方面他施行了公义，一方面他怜悯爱世人，他的公义得到了满足了，因为有人为了这件事情而被钉十字架了。所以一方面他也显示出他独而爱人。所以我在这边其实我们要感谢神呢，因为他的可以变、可以改变的变，而他的可以改变是因为他不变的本性。当为了要维持他不变的本性的时候呢，而人有向善的这种改变的时候呢，他就愿意改变他原来的这个决定。所以我们结论来看，我们若能够与神呢有一个亲密的关系的人，我们就能够越明白他的心意。要怎样能够明白他的心意呢？你要常常祷告，你常常读经，你有灵修、默想、聚会、分享、感恩等等，这些都是让你跟神更亲近。特别是现在媒体非常发达的时候，很多人就说我要去礼拜堂礼拜蛮麻烦的，还要走一趟路，还要穿衣服穿得漂亮一点，哇，这些太麻烦了，干脆起来就很普通这样，我就坐在客厅里面打开好消息吧，还是新眼光啊，我就在他们做礼拜就好了。神要的不是你跟他的关系，还要你跟人的关系。还有你跟自己的关系，跟你大地的关系，这些都是神所要求的。所以不是只有在你自己有时间这样去看着电视而做礼拜，你常常要聚会，也不是只有那一段时间我来接受神的道理，你还要灵修，你还要常常默想，你有常常为所碰到事情凡事感恩吗？这样的时候，你才有可能跟神来更接近。当更明白神的心意了之后，我们常常在祷告中间，我们觉得神好像没有回应，是不是神没有在听？其实更有可能是神要我们顺服、接受，或者是要改变，以便神来改变他的决定。要注意，是神在等人，不是人在等神。他是全能的神，他当然知道在哪一个时段，然后用怎样子的回应到你的身上，对你是最好的。我们常常都站在我们的立场去想这些事情，但更重要的是，神他才知道怎样是最好的情形。不管是在任何的情形之下呢，我们都可以尽量努力来符合神的心意，来祈求神来改变现状。也有很多人有这方面的经验，和这方面的得到了这种体验到，神他会改变的，改变他的决定，因为他的本性的关系。当我们人尽了我们的努力的时候呢，我们必要因着他不变的本性来回应我们，所以我们就当顺服接受，不管他是不是合我们的心意。在教会准备要进入到50周年的时候，我们可能已经有些传统都已经很久了，
我们可能有很多我们都很习惯的东西，但是通常有一个比较大的节日在的时候，其实是让我们重新来思考，我们是不是真的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呢？我们原来的牧师带领了很多的团队在走我们未来的这个道路的时候，当这个牧师离开之后，有一个重新的开始的时候，是我们希望找到合我们心意的牧师来，还是我们希望找到一个牧师来带领我们前面要走的道路，或者是找到一个牧师来跟我们分享之后，明白了他的意向，而我们跟他非常的契合在，而就促成了这些事情。或是下礼拜我们的和会正要有改选长职，是我们在想哪一个人好坏吗？还是我们有摆在祷告中间来明白神你要我怎样子来回应呢？你要使用谁呢？而这人呢，可以成为教会的帮助。在我们人生当中，常常会面临很多的事情要做决定，或者是你必须要改变。我们可不可以因为明白这是神的心意而来改变呢？当你已经做了改变之后，你能够将它交托给神，而且有这个信心，神要必定带领。虽然短期间你不一定看得到，就像约瑟的故事，他走在神喜悦的道路上，我们看的都是正确的，他拒绝了他的这个女主人的诱惑，被抓去关。手里有没有想说怎么这么衰呢？我做正确的事情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我们恐怕常常会面临像这样子的问题。你真正明白神的心意吗？不是短期的，而是长久之间的。因为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生命中间、自己的生活中间，以及在教会中间，我们都能够常常追求神的心意。要这样的时候，当然要把我们的心意呢摆在最低的时候，不是要坚定我们的信心，而是要顺服的心来领受神的话语。盼望我们这些今天所跟大家分享的，能够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帮助，以及成为教会的帮助。我们同心来祷告。慈悲的阿爸父神，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能够成为合神你心意的人，但是我们常常也因为我们所受的教育，我们所处在的环境，让我们的思想已经受到了污染，没有办法回到当初起初神你所创造的美好。我们也祈求神你赦免我们，也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透过聚会、祷告、灵修等等这些，让我们跟神来建立更亲密的关系，更能够明白神你的心意。在该改变的时候，我们就改变，但是是要合神心意的改变。该坚持的时候就坚持，因为我们已经交托给神了。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所领受的能够成为我们灵性上的帮助。献上感恩祈求，这是我们同心用主祷文来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